来看咱国内疫情，疾管署是公布咱国内婴仔肠仔病毒死亡又搁增加一例，是一个拿出世才6天的查甫婴仔，是今年第5个因为感染肠仔病毒重症死亡的婴仔。另外，这823的疫情，顶个月是一困就增加17例，这今年已经有35例。新增离肠仔病毒疫情严重，疾管署初公布，顶礼拜搁增加一例新增离肠仔病毒重症死亡案例，是北部一个查甫婴仔出世第4日开始出现爱困、活动力下降这症状，近日喘气困难，转送病院到护病房诊断是肺着肠仔病毒合并心肌炎、肝炎等，全积极治疗，依然不幸伫出世第10日过身，这是今年第5例新增离肠仔病毒死亡个案。好像是有这个肝炎、心肌炎，以及像是凝血功能异常啊、低血压、休克等等这些像是新生儿败血症的状况。另外，813疫情也罕见出现真侪病例。疾管署公布6月份新增加17例813本土病例，今年有35例创10年共期新高。包含一个北部家庭延伸到校园的群组案件，指标可含是北部10多岁青少年，伊的共大亲人4例，加校园接触共伴同学4例，经过采检了也拢阳性确诊。另外3个家庭群组分别是北部3例、中部2例、南部2例，加散发可含1例。疾管署研判可能甲附近日本爆发813疫情有关系。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邻近的日本今年开始的这个百日咳病例累积到6月已经超过3万例是去年全年的这个病例数的7倍所以显示说在日本这边的疫情相当的高。那国人因为旅游的往来难免有可能会把这个菌株带回台湾。疾管署提醒，这摆813疫情青少年占4成上侪，有可能是细汉做的813疫苗保护力减弱的原因。国内 ACIP 甲儿童感染症医学会建议青少年自费追加1剂减量普上通白喉813混合疫苗，除了保护青少年避免感染，也避免因血和动物甲婴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